主后2025年5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书亚记20章第1节到第9节。上主吩咐约书亚讲：着命令以色列人，照我通过摩西甲恁讲的，为恁家己设立避难城，互无意中误杀人的通走去遐，遐个城通做恁闪避报冤仇的人的所在。误杀人的通走去遐个城，徛伫城门口，将伊的事情讲互迄个城的长老听，伊就通接因入城，互伊一个所在住伫因中间。报冤仇的人若入到迄个城，城内的人袂用得将杀死人的交出去，因为伊是无意中杀死人，甲死去的人无冤仇。伊着住伫迄个城，伫会众的面前受审判，到迄时会大祭司死，伊才通倒去伊走出来的本城本家。因就决定设立避难城伫纳弗他利山区加利利的基地斯，甲伫约法莲山区的示剑，以及伫犹大山区的基列阿巴，就是希伯伦。搁伫约旦河东边设立避难城，伫耶利哥东边属路边支族的旷野平原的比色，甲属迦得支族基列的拉末，以及属马拉西支族巴珊的戈兰。这个是为着以色列众人甲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设立的避难城，互无意中误杀人的拢通走去遐，免互报冤仇的人杀死，听候伊公开受审判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。有一遍，笔者参加福音队，某一日暗时发现女同工因伫房间内自责，哪讲哪激动。后来对一位同工的汇报得知，这个姊妹当时拄猛烈批评某一位查甫同工，一人一句，哪讲哪受气。详细了解原因了后，发现原来遐个姊妹认为迄位查甫同工介意一位女同工，毋过女同工并无介意，甚至讨厌伊，所以无论迄位查甫同工有任何大心的举动，拢互女同工看做是伫显温群，甚至是互人厌恶的代志。这个姊妹缀缀起鼓，甲即位查甫同工哪讲哪惨，差不多用马袂受伤。改在后来上帝开路，彼此化解误会。人性就是安尼，看见别人的缺点，就赶紧掠条毋放，甚至摕焊镜检视，直接打标签讲，伊就是遮尔惨阁歹的人。当负面标签一旦打起，人通常也会缀缀起鼓，做伙甲点石头。检采上帝就是针对人性即个缺点，叫约书亚设立避难城，互过失犯罪的人袂致到承受过重的刑罚。经文描写，非福意杀人的人，通到避难城闪避报冤仇的人，得到庇护。就算报冤仇的人来，城里的人也袂当甲伊交出去。咱着知，就算伫现今的民主社会国家，过失杀人
有缘就爱承担刑罚。就算杀人者已经接受法律制裁，受害者家属和亲友也未能谅解私底下报仇的可能性还真悬。因此，现代社会通透过法律和监狱制度，促使犯罪者为犯行付出代价，搁透过矫正教育，促其改过向善，回归社会。古代以色列是靠上帝设立的避难城，保护非故意犯罪者。纵使这检察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监狱，因为因的性命虽然受到保障，却袂当随意离开避难城出外。2014年，伫台北捷运犯下杀人案的第一节，造成4死24伤。辩护律师黄志豪捌为第一节伫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人权努力过，总是真侪人无法度理解死刑犯的辩护律师，认为伊是为着钱卖命，甚至骂伊是魔鬼的代言人。随上，台湾的法律规定，就算是死刑犯，也需要为伊做辩护。若无经过辩护的过程就判刑，这是违背法律的。当当时，黄志豪律师第一节表明，安尼的案件伫台湾有99.9%的几率会受判死刑。毋过，还是通努力，互审讯甲判决的过程尽量公开透明。结果并不如人意，除了戒严时代以外，无任何死刑犯对判决到执行是遮尔迅速。第一节对死刑定验到判决简单19日，连黄律师拢是伫执行当日早起，互记者通知才知影。虽然拢是死刑，毋过第一节的死刑哪像超过伊所着承受的。毋通袂记得，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。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来死，行十字架的道路，圣神诚做咱的辩护律师，所以咱搁较应该效法基督，支持搁维护每一位受害者甲犯罪者应有的权益。默想，咱的社会是毋是有互犯错者承受超过因所着承受的责罚？咱的社会是毋是有互犯错者承受超过因所着承受的责罚？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帮助我看见每一个人的性命价值，互我充满疼心，通为每一个犯罪者和受害者祈祷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